因为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12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4篇，创世纪第8章第1节到19节，罗马书第6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灾难消退。昨11月30號是今仔日聖誕節節期第一個大降節。所謂的大降，就是講有期待的意思。要期待啥？要期待就是耶穌基督降生，成做基督，成做世間人的救贖。2000幾年前，以色列人因身處佇這個受統治的黑暗時期，因的期待就是代表着上帝的彌賽亞的救恩會當臨到，就好像親像的船頂的厝內人同款，因所期待就是有一天水會退去，因會通閣一擺來腳踏實地佇土地頂懸。大水呢，代表着災難，代表着痛苦；消退代表着上帝的保守，互咱的苦難攏消除。創世紀第8章第1節到19節，上帝無忘記得挪亞，以及甲挪亞佇大船內面的精神甲野獸。上帝互風吹大地，水就漸漸消退。深淵的水源甲天頂的水門攏關密，天無閣再落雨，水對地上漸漸消去。150日了後，水直直消退。7月17號，船掉佇阿拉拉山，水閣漸漸退去。一直到10月初1，山頭才出現。過40日。挪亞開伊所做大船的窗仔，放一隻烏鴉出去，烏鴉飛來閣飛去，一直到大地的水消退。伊閣放一隻粉鳥出去，要看水佇地面上消退抑未。毋過粉鳥找無休困的所在，就飛倒轉來大船挪亞遐，因為全地也有水，挪亞就伸手接伊，帶入去大船。7日了後，挪亞閣放粉鳥出去，到下遠，粉鳥倒來伊遐，喙甲一支新的橄欖樹葉，挪亞才知水已經消退。伊閣等候7日，閣放粉鳥出去，粉鳥就無閣再倒來。到挪亞601歲。正月初1，地面的水攏干，挪亞拍開大船的蓋，看到地面攏已經干。2月20日，土地攏干啦。上帝對挪亞講：你甲你的某、你的囝、你的新婦攏着出大船，你嘛着互遐個有肉體的活物，包括飛鳥、精星甲咧白的動物攏出來。互因佇地上生炭，加添真濟。挪亞就甲伊的囝、伊的某、伊的新婦攏出來，所有的走獸、飛鳥、咧白的動物，甲地上一切的活物，各照因的種類嘛攏出大船。離開船表示因所拄到的大水患難、人生的困境已經攏全然過去了，因為上帝的保守，互因通得到再次來踏實地。挪亞的時期大水是因為人背經離道，離開上帝，因此因就失去了上帝的保守甲看顧。另外嘛，因為因的心剛硬，因毋肯聽嘆迄個代表上帝先知的挪亞的話，拒絕行好，也拒絕迄個代表救恩的大船。保羅佇羅馬書第6章第1節到第11節來提醒基督徒，伊講：安尼咱要講什麼？咱是着繼續佇罪惡中生活，通互恩典閣較加添是無？絕對毋是。咱才會罪已經死的人，點通繼續佇罪惡的中間生活？
伊兼毋知，恁兼毋知，咱拢受洗礼来甲基督耶稣结连，是受洗礼来甲伊死。既然咱通过洗礼甲伊死，做伙埋葬，所以亲像基督通过天父荣光的权能，对死过活，咱嘛过着新的生活。既然咱甲基督成做一体，来经验伊的死，咱一定嘛会甲伊结合来过活。咱知咱旧的自我已经甲基督做伙定十字架，是要互受罪拘束迄个旧的人毁灭，互咱无搁做罪的奴隶。因为人一旦死去，就对罪得着逃亡。既然咱已经甲基督做伙死，咱相信咱嘛会甲伊做伙活。咱知基督已经对死人中间搁活，袂搁死。死袂搁支配伊，因为伊有死，一遍就完全甲罪压制。伊现在的活是为着上帝的活，安尼恁嘛着看家己已经甲罪断绝关系，甲基督耶稣结合，为着上帝的活。咱基督徒所追求的是基督的救恩，就是要脱离迄个罪的权势，所以咱必须爱甲耶稣基督各一处的和好，才会通得到上帝借着伊所赏赐予咱的救恩。诗篇124篇，以色列就讲：若毋是上主为着咱，若毋是上主为着咱，人起来攻击咱，对咱发生气的时，早就甲咱活活吞落去。大水早就甲咱冲去，大涌早就甲咱淹没，涌狂的水早就甲咱淹死。咱着称赞上主，因为伊无将咱交互对敌拆者落网。咱的性命亲像鸟仔脱离迄个掠者人的落网，落网破离，咱得到逃脱。咱得到帮咱是靠上主的名。伊是天地的创造主，感谢主爱的上帝赏赐救恩，互阮会当靠主来赢过世上的困难的大水，互阮伫水退了后，搁一次会当脚踏实地。感谢主，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